在地人在地情，今年的梅仔花开了较早，南投县内主要的赏梅仔区开始来办活动。仁爱乡公所就来举办着记者会，邀请全国各地游客到仁爱乡来看梅仔花，阁会当来畅游着部落的文化产业。请用钱。仁爱乡赏梅花季正式起考，公所举办记者会，邀请全国游客同齐来仁爱乡新生合作农村，欣赏美丽花海景色。加上后面的冷气团再加压的话，整个在梅花的这个开启绝对会更盛开。仁爱乡梅花即马开超3-4成的花，估计元旦假期开始会开愈多。仁爱乡公所会正月初6开始举办赏梅花季的观光活动。除了有这个接驳车，那还有我们中午也有这个花见仁爱的一个风味餐，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在梅花的树下能够赏梅。部落民众拢正期待准备好真侪种的特色产品，希望赏梅花活动互这个食变更加热烈，生意嘛对咧加强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